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歌颂赞美你，我们满心欢喜快乐。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使我们都能够得到高摩。希望我们能够存有一颗单纯的心、热诚的灵来敬拜你，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我们就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虽然不足，不知道能够为你做什么，但是求你使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你就使我们能够做出荣耀你的事。主，我们的软弱也靠你得胜，来管制我们的口舌，不说诽谤伤害的话，多说造就人的话。我们不羡慕别人的所有，却常常存一颗感恩的心过每一日，因你使我们有平安。愿我们的丰富喜乐都从你而来，存谦卑的心、顺服跟学习的灵装备自己，多做主工，将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邻舍。我们也有一颗合一的心，彼此相爱，来共同兴旺福音。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85首。你信实何广大，我们来唱全首。你信实何广大，生丰富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现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今生不见证主爱人更新。我一切所需有，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为神。春夏秋冬循环，在中有收成。日月星辰时刻，均归运行。天地宇宙万物，皆同作见证。说出梦中心事，慈爱永恒。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虔诚不虔诚，做爱更新。我一切所需有，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为神。第3节，你赦免我罪愆，使我有平安。你常与我随行，安慰福愿。日日加力更使我光明美好。你陪赐我恩惠，做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贝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请大家来翻开诗篇145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诗篇145篇第10节到第18节。诗篇145篇，我来读上半节，弟兄姐妹来读下半节。第10节。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欺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务补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感谢主，愿这一段成为我们的祷告。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普世的基督徒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热心答复他人的需要，活出基督徒乐于服务的见证，也能恳切地在主面前祈祷。接着同心合意，藉有深度的祈祷，更信任天父，交托自己。我们为此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信仰冷淡的会友，求圣灵亲自引导他们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求圣灵激发他们对上帝的热忱。我们为此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家暴的伤害者，求主帮助他们体会到有一位完全爱他们的天父，无时无刻的保护他们，就能放胆奔向他，陈明一切的需要。我们为此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纪念缺乏信心的人，求主开启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体会到过去许多被上帝所照顾的经验。求主继续与他们同在，赐下光明与希望。我们为此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恩待伤害过我们的人，求公义的主光照其缺失，赐勇气悔改归正，
也赐智慧跟力量，在上帝的爱里重新学习如何爱人和服侍。我们为此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赐福我们社会的志工，纪念他们不求回报的四处帮助人，赐下最大的福分。认识主，在困难无力时有主的护佑、平安与喜乐。我们为此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道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把时间交给曹平姐妹。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课。第一处经课在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5节。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5节。教会圣经在旧约的309页。翻到后由我来攻读。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节。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第二节经文在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新约212页，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谢谢曹平姐妹。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6章1到15节，在教会的圣经106页，新约的106页。约翰福音第6章1到15节，由我来读。第6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第7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有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接下来是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同声先感谢，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圣道。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唐平牧师、李国勤牧师。陈牧师、各位执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可以说是我就任以来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讲道，来传讲他的话语。也感谢主，在过去这1个月，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我有时候认对了人叫错名字，有时候认对了说对了名字叫错了人，弟兄姊妹还是用耐心在提醒我。我感谢主啊，在过去1个月，我跟陈牧师有很好的一个交通，也很欣赏，也非常佩服他在主里面的摆上，也是我的前辈。所以在今天的5饼2鱼的神迹里面，是接着陈牧师他的这个排的这个顺序里面，今天我们一同来吃这个饼，我们来吃这个鱼。希望我们散会之后，我们能够把那12篮子里面的大麦饼碎渣儿带回家。我们祷告，父，我们赞美你，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要同声来感谢赞美，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慈爱，你有称颂不完的信实，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那生命的饼，成为那生命的粮，成为那生命的活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我们为我们教会祷告，特别暑假期间，还有将晨主要开始了，还有制服艺人的课程也要开始了。大家为了事工在做预备，在忙碌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饥饿，我们感觉到枯干，我们感觉到无力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让我们教导者，让我们这些小组长们，我们先被你喂饱，之后再去喂饱你所给我们的羊，给我们的儿女。愿你赐福以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各位都去看过一种舞台剧啊，特别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的芭蕾表演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轻轻柔和的音乐。然后呢，到了主角要出来的时候，就在男芭蕾式、女芭蕾式的时候，突然间那个荧幕拉开的时候，加大了那个管弦乐，那管弦乐是在前头而已，所以都是现场的，现场没有录音的。然后那个主角一出来的时候呢，拉开序幕的时候，哇，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哇！今天约翰福音第6章1到15节就是这样的效果。你们看好，他从约翰的受启示写下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先说什么？耶稣渡过加利利海跟提比利亚海。其实这2个海都是什么？都是同一个地点，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的称呼。那许多人来跟随耶稣，你会发现在圣经里记载，耶稣永远都是群众围绕的中心。可是这里群众跟随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呢？跟第15节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对照。跟随耶稣基督，因为看见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在病人身上所成就的事，是他们从来眼睛未曾看过的。那他们就在想，这可能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一位要带领我们的弥赛亚脱离谁的统治？罗马帝国的统治。你看，所以5饼2鱼的神迹4福音都有记载吗？是的。但唯独约翰，他把一个节期拉进来作为那个序幕。这里有这个，应该是朝哪一边？朝这边吗？好了。所以第2节跟第15节，然后又提到逾越节，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在里面。这个逾越节是什么？信主久一点的基督徒都知道，是上帝的仆人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最后一个什么神迹，就是击杀埃及长子的神迹的时候，上帝要摩西去告诉所有的百姓，在你们门框上要涂什么东西？要羊的血液在门框上，在门框上跟窗框上的作为记号。所以当这个天使要去做击杀长子任务的时候，看到说，这门框上有涂羊的血液的时候，他就越过去，就知道呢这一个是犹太人的家。然后呢没有涂的呢，大概就是指埃及人的家。隔天早上，埃及人呢就嚎啕大哭，包括法老王他们的长子都被击杀了。所以他们借的这一个逾越节要拉近的时候，那表示说他们在期待着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人统治，那就是这个时候了。但耶稣是为这样的事情而来吗？不。所以在这个序幕的当中，约翰为什么特别把逾越节禁了？这个是拉进来，跟约翰福音的主题有关系，跟主耶稣说的话可以找出答案。它什么关系？约翰福音的主题，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不同的主题，但约翰的主题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他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什么？更丰盛的生命。”他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饼，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生命的光。”所以这个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请问谁可以给我们新生命？谁可以让我们在灵魂饥渴，让我们在心灵枯干的时候、空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像湮灭的黑暗、空虚混沌的时候，带给我们宝珠，带给我们光？是谁？老约翰，使徒约翰要带出这个主题来。好了，序幕拉开了，第5节开始。耶稣举目看见5节到12节，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角上来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群众们注视着。可是圣经却是注视着，写着什么？耶稣看见。这里总共有5个地方描述到耶稣的动作，他看见。还有呢，耶稣说什么？那个说希腊文是命令式子句，命令式子句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好，还有呢，耶稣的手拿来把饼接过来。还有呢，耶稣吩咐不要糟蹋那12篮的大麦饼，那个碎渣饼不要浪费，收集起来。所以这个主角一上来的时候，他眼睛先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群众们需要吃。要吃什么？当这个神迹过之后，群众又去找耶稣哦，结果耶稣就直接对这一群群众打脸。他说：“你们找我你们找我不是为永生的事情劳碌的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吃饱，现在饿了又要吃。”在记得在第6章的后面30几节那个地方，耶稣直接就挑明了，告诉他们说：“你们找我，你们跟从我，你们围绕着我，你们听我讲话，你们就期待的就说刚刚吃饱了，现在呢这一餐呢，我想要再吃饱。你们不是为永生的食物劳碌，你们为永生的食物劳碌是什么？是我是生命的粮。”耶稣看见了群众的需要，是先给他们吃。这个吃的功课的时候，为什么临到腓利？我在想，可能耶稣对腓利讲的时候，可以理解。第一个，可能他是后勤部队，他是负责管饭食的，是不是？还有呢，安德烈也可能是管饭食的，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去查那个他们的出生地，原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哪里人？是伯赛大。
他们是从那里出来的。而行这个神迹的时候，离伯赛大近不近？很近，所以很可能是说耶稣都说你们从这个地方长大，你们可以知道从哪里弄吃的来，所以就找腓利啦，找安德烈就自我推荐有一个小孩子过来啦。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腓利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怎么务实？他说，假使我们用20舍客拉买那个饼，给每一个人吃一口，也不够吃。估计那有多少人？圣经记载说5000人，其实5000人是男子。圣经有这样的惯例，只计算男子。然后呢，小孩跟妇女呢，通常都是加倍，比方说5000乘以3，15000人左右。大概姐妹通常都比弟兄多，在当时，所以大概有1万多人，1万多个人，每个人吃一块饼，大麦饼，够不够？塞牙缝都不够。另外一个安德烈怎么说？你看看耶稣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他拿了5饼2鱼来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什么笑话嘛？这个5饼2鱼，对于我们这1万多人的群众是一事无补，没有什么功了。安德烈好像泼了一桶冷水在耶稣基督头上。耶稣，你明知故问，这么多人，我们去，你不要给我们找麻烦了，挑我们的毛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去弄饭给大家吃，而且还要吃饱呢？这个小孩子进前来所献上的是什么？是穷人家的餐点。穷人家的餐点，5个大麦饼。我在2013年曾经到的这个地点耶稣行神迹的这个海边这个地点，现在变成一个观光区。不过那也是叫传统说法可靠的说法而已，不一定是100%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地不平的一个大丘草原就在那边。我们在想，腓利也不是去想办法拿饼，安德烈也不是去打电话，然后叫哪一个面包公司看能不能赶快有没有存货。那我们在想着怎么把一个小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呢？耶稣基督就把小孩子的饼接过来。你看主角上场的时候，耶稣的手怎么样？接过这个小孩子献上了5饼2鱼之后，他的手一祝福之后，让那个群众一排一排坐一班坐，跟当时在守逾越节的时候要有次序有规矩是一样。我们在教会守圣餐也是要有规矩的意思在这边，使他们接了这个饼之后，要不要有信心？请问我拿到饼之后，我拿给后面的陈牧师，我有没有饼？我就并没有了。可是这个神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手的祝福，加上群众的信心，使这饼让1万多个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信心重要。我们看见主耶稣也看见，门徒也看见。约翰特别说，一个小孩子来，我觉得一个小孩子还可以到主面前，一个小孩子还可以做出有没有人跟小孩子讲一个事情？小朋友你的5个大麦饼，你的2条小鱼，你拿出去就没了呢，那你不是损失了吗？哎呀，那你等一下饿了怎么办？大人不分公平给你吃了呢？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奉献上也是一样我奉献了，我1/10，那我损失呢？我就少了这一笔钱，我生活不够用怎么办？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想法。可是小孩子呢，他就走到主的面前献给主。儿童事工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被重视？有的教会有，有的教会不重视。不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哎呀，那个小孩子小布丁，他懂什么啊？他了解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讲的童言童语，今天讲明天都忘记了吗？是这样子吗？2个月前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各位认识他吗？彭蒙慧宣教士，90岁了，还在吹什么小喇叭？90岁还在举行布道会，还在呼召说
你们要来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他有生命的粮给你们吃。他是出生在一个美国一个小州镇里面的一个家庭。你看那个父亲抱着他，小 baby。这60年的时间里面，他向华人传福音，向台湾人传福音。他得过总统奖，得过好人好事奖。他所创办的空中英语杂志，可能我们都受惠过，我们以前都按期收听这个学英文。还有他在世界各地向华人布道会的举行的次数，算不清。甚至他们到英国的时候，他带着救世传播学院那个天音之声到英国的时候，有英国的弟兄姊妹跟他们说，他们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的诗歌班、中国的赞美团来到他们当中传福音。你看第一次，所以这一个彭教师这个彭婆婆，有人彭奶奶、彭阿姨都有，彭老师都有，他帮助了多少人？那我们说是他伟大吗？不，他说是因为我在12岁的时候，12岁，我们当中有小朋友12岁吗？他在12岁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国小刚毕业吧，他就立志，他要向华人传福音，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谁手中？耶稣基督的手中。他把自己的5饼2鱼献上给主的时候，给多少人吃饱？影响多少年轻人的价值观？影响特别是在海军将领，有多位基督徒，你们知道为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们知道有早期的海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有多位是基督徒，是因为蒋宋美龄要他们去到部队里面去跟这些将领晋升，要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跟他们教英文，同时要彭教士呢跟这一群海军的准将领，已经是将领要出国的人，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所以呢，海军将领有这样一个传统，是有多位基督徒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说我们再回头过来，他没有12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志祷告，这样的把自己5饼2鱼献在主人面前，他现在的彭恩惠 Dorothy 是什么样的 Dorothy？ 一个乡村长大的一个什么？一个女孩，然后呢求学，然后再来呢找老公，然后生小孩，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送了养老院，一个默默无名，只是可能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影响多少人？可能就是那一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周遭的人。可是当他把自己的5饼2鱼献上给主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我要透过这个5饼2鱼小孩子献上的饼，跟这个彭蒙惠教师的见证里面，我们要呼吁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执事同工们，我们好不好有一个祷告，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视一下我们荣光堂儿主事工的事情？为什么说要重视儿主事工呢？这是前天卫福部发出来的统计资料，每一天这10年来，在台湾的每一天就有5.3件儿童受性虐待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早晨，到了中午、下午、晚上睡觉，就一天就有5.3件儿童受性虐待的事情发生。这不包括被家暴的孩子哦，这不包括被学校霸凌的事件哦，这不包括有一些的孩子因为父母亲都吸毒，关在监狱里面，那孩子没有人托照顾，而放在信望爱育儿中心，或是哪一个少年之家在那边托管的事件哦，单性虐待事件就5.3件，我们心里面真是很难过。这个世代里面对这个道德混乱这种情景的时候，对小孩子的冲击伤害深不深？真的很深。你看，如果一个小孩子在童年的时候，他有这种受虐的经验，不管是家暴也好，性虐待也好，他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工作的时候，我们会稍微看一下孩子的什么手腕，
因为他们自杀开始都先从什么？先从割手腕开始，先从割手腕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样的饼可以喂饱、可以医治这些受伤的孩童的心灵呢？是宗教吗？不是耶稣基督。刚刚我们说门徒约翰把这个序幕拉开的时候，就一个主角上来，就耶稣看见了，耶稣说了什么？耶稣的手做了什么？他的眼睛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他的双手充满了安慰，要把他自己倒空自己，给人吃，给人喝。他把他的生命赏赐了给我们，而我们拿着了饼，吃了这个杯之后，我们如何看待儿童的事工？我们儿子事工的光景是什么？主耶稣看见儿童需要，请问我们看见了吗？如果我们看见的话，我们就愿意把那个属于主的时间，要献上给主的时间，我们会分别为圣出来。小孩子到教会来，我们要给他吃什么？我们要给他喝什么？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让他有主耶稣基督的爱住在心中。有人说：“哎，牧师，你们老是讲主耶稣有多好，那你们是因为你们圣经写了嘛，对不对？哦，是因为你们是基督才能说啦。那在社会上的人如何公平耶稣基督呢？”说有，大概在30年前的第一次有美国年鉴，曾经对当地的一些企业家，或是有声望的人，或是有地位的人，或是发出这样一个问价表。你们觉得在这几千年来，影响人类最深刻的人物是谁？里面包括有爱因斯坦啦，包括苏格拉底啦，包括中国的孔子啦，包括很多人，还有包括耶稣基督。结果收回来的问卷的时候，影响人类最深的第一人物是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人格无可挑剔，他守圣洁，他的讲出来的话是挑战人、造就人，把那个天国的福音带到我们世上来。好，那有没有近一点呢？那个是30年前左右有，我5年前收集到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表，这次是全世界的。你们觉得这个全世界在这过去7年来，影响我们人类最深刻的人物是谁？又是耶稣基督拿到第1名。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不单是圣经上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凡吃他的就永远不饿，连社会上人的对耶稣基督的品性、道德、人格按100个赞。那我们就要说，给小孩子吃要吃什么？我们真的是需要多认识这个生命的粮，吃这生命的饼。第12节，他们吃饱了，指门徒跟谁？跟群众，他们吃饱了，而且剩下很多零碎的大麦饼。那这大麦饼收拾之后怎么整理啊？我看我们中午爱宴之后，会有把剩下来的那个餐点啊，用一个塑胶袋啊，我们密加执事还有几个同工都在做工作，给有需要的人就带回去。那请问这12篮的大麦穗这个饼谁带回家？公平起见，小孩子献上了，谁带回去？小孩子带走，对不对？那是物质的饼。耶稣说这12篮的穗渣儿大麦饼不要浪费，为什么不要浪费？因为他要让群众带回去，他要让门徒带回去。门徒带走了没有？有，门徒把那12篮的穗麦饼带走了，继续去喂人，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所以他们短短的在100年的时间里面，就在地中海这个国家里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
证明呢，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基督的。群众啊，你们在等候的是那个基督，是来带领你们脱离罗马帝国的基督，但是我们所介绍这位基督是全世界人的基督。我请问一个问题啊，在座有服侍，可能有招待、诗会、主日学老师、当执事、制服役人的校长主任、老师，或是我们的同事，或是我们当牧师的，我们会不会有疲乏的一天？会不会？会啊。我们会不会有无力感的一天？那怎么办？问题出在哪里？我在想，有几个基本问题，在这个时代应该把这个信息跟各位交流。第一个，这个信息是什么？请问信主跟信教一不一样？你是信主还是信教？然后呢，你是找到了基督还是找到了基督教？不同哦。你找到了，你信主，你找到了基督，你就是找到什么？生命活水的泉源，就找到这位生命的粮。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无力感的时候，但是我们随时我们何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仰望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怎么样得力？有一首诗歌说：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你信的是教，如果你找到了基督教，你可能找到一些传统，找到一些礼仪，找到一些仪式，你找到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主教，你找到一个牧师，你有事情就去找他祷告。可是你找到了基督，你信了主，你有事情你自己可以跟主求告，你向他哭泣，向他赞美，你向他屈膝，向他下拜，你就何时就得能力。使徒们带着这12篮的碎渣儿的饼，传遍了地中海。那现在那些饼又在哪里啊？马丁路拿走了。马丁路德看见那天主教的方式已经是偏离圣经、偏离救恩的时候，他把这12篮的饼给需要的人吃之后，提出的一句话就是“唯独基督”。各位对马丁路德熟悉吗？再来，唯独恩典，还有呢，唯独圣经，是不是又回到这个生命的粮里面来了？群众要找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可是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宇宙中的弥赛亚。”这个饼又到哪里了？我们的卫理中的卫斯理约翰，他拿走了，他又把这12篮的饼去喂养他的什么？那一些基层的那些进不了圣公会、进不了那个国教大教堂敬拜的那些低层的人，一些的中间分子的那些的基督徒们，把饼喂给他们。所以他怎么说？他说：“我常常勉励我的同工说，救人灵魂是你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了。”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我们一起读：“世界是我的教区。” Amen。我们何等荣幸，我们成为在卫理公会这里敬拜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把这个饼、把这个杯，继续把它给有需要的人吃。好，这12篮的饼又传到谁手上了？马偕医生拿走了，马偕博士，在北部的人可能都知道。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才更正我一个信息。以前我们都说马偕的名言是什么？宁愿烧尽，不愿朽坏。他说：“事实上，他没讲这句话。哎呀，我在多少年前，我用这句话常常勉励自己：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后来才知道说，那是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学者，在研究马偕博士在台湾传福音的精神之后，用了2句话。后来不晓得谁把那弄成是马偕的名言。马偕的名言不是啦，马偕的名言是“拢是为了基督 ，all for Christ”。拢是为了基督，拢是为了主。他在服事工作上，他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困境，他疲惫，他怎么样来勉励自己呢？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基督。所以你看，我们跟随主的人也会饿，也会疲乏，对不对？也会软弱，也会无力的时候，也会想要躲起来，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时候，那怎么办？回到主的面前，吃这什么生命的粮。真的，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是在鼓山福音会哈，然后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每一天读一章圣经，而且要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呢，慢慢被教导说你还去消化它，然后再做一个祷告，像刘富里牧师很强调说，一节圣经，一个思想，然后一个祷告，然后记录下来，就一直这样到我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养成一个习惯。所以你有生命的粮，你吃，那你我们吃饱了嘛？状况就吃饱，吃饱之后还有能力谁喂谁？我们感谢主哦，我们这个12篮的饼到谁手上了？到陈启峰牧师的手上启示的最高峰这个陈启峰牧师他们在校园团契，还有在我们荣光堂，在过去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夫妇呢把这个祭坛的棒子这个责任就扛在肩膀上。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然后在40年前，我曾经跟主做一个祷告，说主啊，莫让传福音的棒子，莫让传福音的棒子从我手中溜过。我们知道我们要赛跑，对不对？赛跑是接力嘛，对不对？陈牧师的棒子接给我的时候，我就要继续往前跑。有一天我也是要交棒的，我也是要交棒。所以说主啊，不要让那个传福音的棒子从我手中溜过。有一次我1年在当牧师的时候还在台湾，我那一年都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你知道我焦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就常问说主啊，我是哪里出问题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偏离了什么？偏离了我当时跟神的祷告。我变成只是一个堂会在那边牧会的牧师，而不是一个什么传道的牧师，不是一个传福音的牧师，不是一个带着把饼自己吃饱之后又给别人、给我的亲戚朋友吃的一个牧师。那一年我就好好在主面前修正了我的侍奉的方向跟态度。隔年带了34个人信耶稣，一边牧会还带领34个人信耶稣。我们感谢主，他就是生命的粮。你有他的粮，你就能够喂饱别人。对方呢，被你传信耶稣的人呢，他也会吃饱起来。所以这个12篮的篮子又到谁的手上？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带一个莫斯科的一个女大生，中国大陆的一个女大生信耶稣，之后她就跟她的男朋友传福音，好，我也跟她带领她信耶稣。没想到有机会为这对新人呢，在莫斯科为他们证婚。证婚之后，我06年就回到了纽西兰，就没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他们的消息。没想到今年4月份我到中国的广西去培训的时候，得到他们那个消息，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就回到中国创业，经营一家乳业公司。但是去年的9月份这个姐妹呢，这个女大生的姐妹呢，被检查出她得了乳腺癌所谓的乳癌，所以她就经过很辛苦的化疗，很辛苦，到现在化疗。然后我就跟她联络说：“哎呀，你现在在忙什么？”她说：“牧师，等一下，我现在正在唱一首歌给我的病友听。”什么病友啊？都是跟他们那一群那个少奶奶少奶奶的一群病友。因为乳腺癌有的人要切掉，所以叫做少奶奶俱乐部跟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唱那种诗歌给他们听。我说你那个诗歌，你可以唱一次给我听吗？你可以唱一次给我听吗？他说好啊，他就唱那一首歌，叫做烈炉火中的考验，就是他唱给这一群得乳腺癌的那一群的朋友们、病友们听的那首歌放到他儿子了，那个讲太快了然后
哇，我听到这个诗歌之后，我内心里面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我说主啊，你真伟大，你是生命的粮，凡吃饱的人，你又愿意把这个饼，把这个饼牧师师母再给你们清唱一遍。这几天我们病友都在练习这首歌。你看，病友都在练习这首歌，炉火中的考验。冲向我走来，好像怒吼的狮子，敞开它的大口。好，那个狮子敞开了大口要吞吃我们，所以他就教这一群他们这个少拿来俱乐部的病友们一起唱这首诗歌。那个12篮的饼又在哪里？他又把这个饼来喂养他的孩子，他们家的儿子。他跟他儿子说：“这个李牧师就是当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传福音给我的，把耶稣介绍给我那个牧师。”所以他说：“你也唱一首歌给牧师听啊，很可爱啊。”是熊主恩，我给你们唱首歌，名字叫《单单依靠你》。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是的，他把这12篮的饼去喂养他的孩子，单单依靠你，我把一生交给你。这12篮的饼在哪里？2个月前，我听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一个圣光的同工告诉我，说他们在柜台服侍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一个男士出现在他眼前，要找一个神学生，然后这个柜台就是认识，哎呀，你是以前，睡在我们圣光那个骑楼下的流浪汉嘛。你今天怎么穿那么笔挺的衣服，那么提炼来？他说：“我要来找你们一个神学生。当年我睡在这个骑楼的时候，你们最多有的人是给我一些剩下的饭，拿给我吃就走了。但是这个神学生呢，他去买2个饭盒，然后陪我坐在骑楼那边吃饭，然后了解到我的情形之后，失业又失婚，然后身体又失去健康。”他还给我钱，然后去看病。现在我已经恢复正常了，我特地要回来找这个神学生。柜台的姐妹跟他说，这个神学已经毕业了，出去传道了。弟兄姊妹，神迹结束了吗？还没结束，在你们手上，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每个人都拿着这12篮的碎渣儿的饼，我们要去喂养那些心灵饥渴的。要去喂养那些孩童，他们受家暴的、受性虐待的孩子，或是受言语暴力的孩子，或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在暑假当中被网络捆绑的孩子，被手机捆绑的年轻人，我们要去喂养他们，使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光，他们吃饱足。我们祷告。主，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缺少你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唯有你能够叫我们吃饱，而且得饱足，同时也把这12篮的碎渣饼分给有需要的人。愿你恩待我们荣光堂，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灵命都吃到饱足，我们有能力去喂养那些干渴的群众，那些需要你的子民。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做你该做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阿们。谢谢林牧师的分享。